Hello， 大家好，新房原真價錢，歡迎收睇我哋嘅頻道，我係龍興志阿豪。今日我哋睇嘅係花樣年別樣城呢個小區，今日睇嘅一套兩房嘅單位。今日要帶大家探訪嘅係位於惠州惠陽區嘅人氣大盤花樣年別樣城。呢度不僅房價低至5000起，仲號稱係城中之城。咁佢到底值唔值得入手呢？跟住我哋嘅鏡頭一探究竟啦。花樣年別樣城係由香港上市公司花樣年控股打造嘅，總建築面積咧高達70萬平方米，規劃嘅總戶數咧8590戶，預計居住人口3萬，小區綠化率高達39%，容積率咧係3.49%，整體嘅環境咧非常之舒適嘅。呢度不僅有大片嘅綠化，仲配備咗游泳池、籃球場、羽毛球場等，可以話係運動愛好者嘅天堂。花樣年別樣城位於惠陽區惠南大道南段，臨近我哋深汕高速淡水出口，交通非常便利，只需1個鐘車程就可以去到深圳嘅各個區，真正實現咗生活1小時嘅生活圈。小區嘅周邊咧，仲有華潤萬家超市、香港偉才幼稚園同9年制嘅學校鳳凰山學校，生活配套一應俱全。目前花樣年別樣城在售嘅戶型咧非常之豐富嘅，有28平方到101平方嘅戶型，單間到4房，適合各個階段嘅人群需求。均價咧都係5000起。花樣年別樣城北側規劃咗有70萬平嘅鳳凰山體公園，屬於新行政服務中心區。除咗集中數十個部門政務中心大樓外，仲有好逸康5星級酒店、寫字樓於一體嘅商務中心。隨住新會同城化嘅推進，呢度嘅交通同配套咧將會進一步完善，居住體驗同便利性會持續上升。總結嚟講，花樣年別樣城係一個非常唔錯嘅選擇。如果你正在考慮惠州置業嘅話咧，不妨嚟呢度睇睇對比下。我哋而家嚟到單位裏邊，今日睇嘅係66.93個平方嘅大兩房。入門呢度咧有一個鞋架位，我哋做到頂嘅鞋架咧都係可以嘅。再過嚟先睇我哋廚房，廚房咧係有翻6.1個平方。之前呢度係生活陽台一個空間，我成個空間推出去咧，2個人去裏邊咧都唔會擁逼嘅，成面落地窗，成個廚房嘅採光咧都係相當之猛嘅。過嚟出嚟咧係餐客廳一個空間啦，餐客廳我哋66個平方大3.4米嘅一個開間，成個開間都係非常之大氣嘅。餐客廳呢個空間咧係有翻23.4個平方。餐客廳等寬，我哋成個空間感咧就出嚟啦。一個朝南向嘅陽台，個視野咧都係冇遮擋嘅，前面嘅光線都係非常之好。睇睇我哋休息空間。首先睇下我哋呢個房間係有翻8.8個平方嘅，都係成面落地窗，個採光都係冇問題嘅。1.5米嘅大床，再做一個大衣櫃都 OK。我哋公共衛生間咧係有翻4個平方。洗手台啊、馬桶位同淋浴區，佢冇間玻璃嘅，自己有需要嘅話可以間翻去。睇睇我哋主人房，主人房咧係有翻10.2個平方嘅，都係成面落地窗嘅採光啦，採光係冇問題。1.8米嘅大床，加埋再做多一個衣櫃位。我哋而家總結下呢套房66.93個平方，兩房。我哋餐客廳咧都係大嘅。而家業主咧係46萬可以出，優缺點總結一下。第一個優點咧係我哋樓層係16樓啦，中間樓層朝南向個採光好。第二個咧係成屋係比較新淨嘅，搞下衛生咧就可以入住嘅，啲家私家電咧全大嘅。缺點都講一講。缺點說什麼？缺點都講一講。我哋咧呢套房隔離咧係高速，但係而家高速咧係包起嚟嘅，相對冇咁嘈啦。如果中意呢套房嘅話咧，可以隨時聯繫我哋 WhatsApp嘅，關注我帶你睇盡惠州靚房。